人心一开始来关心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发生在台东。台东立雄温泉被称之为是全台湾上水野溪温泉，民众想要来到这无遐简单，因为这盘山兼过岭。咱乡亲要上山进前，除了讲咧体力要有够，这个登山的技师、爬山的技师嘛要超好桥。不过你若超好桥，当年嘛共款袂少人直接发生意外。 上昨，高雄一个69岁姓李的查甫人，甲5个朋友上山要浸温泉，却伫倒来半路人就咧昏去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去急救，依然无效，最后一行人用5点外钟才将人扛落山。 救援人员爬上山顶，做伙合力运送遗体。昨一位69岁李先生和5位朋友到台东的立雄温泉，刷伫转去的过程，胸坎杂杂倒伫涂骹，将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已经无气，抢救了后要是过身。暗时的山林小路，互救援人员穿皮皮，用5点外钟才甲查甫人送落山。 在这么冷的天气，大家拢想要浸温泉温暖身体，不过却无想到安全性。慢慢来。想要来到台东的立雄温泉，必须用锁啊爬石壁，行过溪流。民众除了要有够的体力，嘛要准备登山用具。白烟一直对天顶飘，四界拢是青色的雪水。民众浸伫温泉内底，想要把所有烦恼拢放袂记伫欣赏这个美景。 不过出发进前，要是要评估家己的状况，莫因为想着急，颠倒害家己无命。